喺博彩世界裏面，將賭局過往嘅結果排列出嚟，賭徒稱之為路牌。然而，每個結果都藏着冰冷嘅真相，佢哋毫無關聯。無論記多少路牌，98% 嘅賭客都血本無歸。沉迷路牌嘅人困喺循環迷宮，以為揾到出路，實則無路可逃。追逐規律嘅路係注定失敗嘅自欺欺人。老公，嗰1,800蚊學費交好未啊？但人生從不會真正無路可走。當你轉身，澳門嘅大街小巷藏着新可能。金錢損失咗，我知道你心情肯定唔好受。尋日我喺學校門口見到你仔仔，佢同我講前幾日係佢生日，佢嘅生日願望係希望全家人一齊去迪士尼樂園玩。可惜你成個禮拜都冇返屋企，連佢生日都唔記得咗。你仔仔仲問我爸爸係咪討厭佢？我見過唔少人一開始諗住玩2鋪，但係賭台就好似一個漩渦，會將意志薄弱嘅人吞食，最後連屋企人嘅呼叫聲都聽唔到。你每日攞住嘅籌碼同埋嗰啲所謂嘅發達秘笈，如果俾你仔仔見到，佢可能會諗，原來呢啲就係爸爸解決問題嘅方法。咁我第日係咪都可以行爸爸呢條路？回頭嘅路唔難行，難嘅係如果直至到呢一刻你仍然諗住下一鋪一定可以贏返夠本。我哋社工會教你負責任博彩嘅知識，令你唔再沉迷賭博。你而家行條點樣嘅路，將會影響你仔仔第日行嘅路。原來最好嘅路係陪兒子成長嘅每一步。爸爸加油！阿仔，我以後都唔會再沉迷賭博，我哋一家3口要走光明嘅路，點亮負責任嘅人生。多謝爸爸。澳門係樂園，更是家園。選擇理性就係為人生留希望之路。理性娛樂，共贏未來。